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3月19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是，这只中国快艇并船案，今嘛已经过了1个月的时间，煞搁传出有中国船搁并去，这是一只中国渔船，昨透早伫金门东定海域沉落去，有6个人跋落海。这中国是随甲咱讨救兵，咱的海巡署嘛随出动，目前有2个人得救，2个人死亡，也有另外2个人是失踪。海委会证实讲，这只中国渔船是家己变过去，无任何的调查。中国探照灯照伫咧海面上，搜救人员甲时间伫咧比赛。14号伫金门东定海域继续搜救2位失踪的中国籍船员。代志发生伫咧14号早，中国籍的渔船明亮鱼61222伫金门的东定海域沉船，有6位船员跋喺海。海巡署伫咧接到国搜中心通报，遂成立应变中心。咱方海巡艇甲中国的救难船做伙进行搜救的行动。已经救起了4人，那其中2名生还，2名无生命迹象。现场持续由本署4艘巡防艇与6艘救难船舰，陆方的6艘救难船舰共同搜救中。咱海巡派4台巡防艇，中国是出动6台救难船，赶到现场搜救。伫涉事的海域，会当看到渔船的残体。金防部2栖营的唱水员也落去水内找人。海委会副主委周明武指出，中国这边渔船是伫咱国禁限制水域内面0.3海里家己并船，请我们提供救援的协助。那我们他们是一个他们自己在行驶在我们禁制水域内，我们的禁限制水域内的一个渔船翻覆。因为2月24中国快艇并船的案件，造成两岸情势紧张。过1个月了，又发生并船的意外，海巡署正典型处理。那后续是否有相关事项需要向陆方进行通报或者其他协处事项，海基会将会依照主管机关的嘱托来办理。墜落去海的6位中国籍船员，2个人死亡，2个人救起来，也有2个人失踪。依照惯例，会继续搜寻72点钟，找失踪的2位船员。根据统计，伫咧过去3年，中国拯救支援的有17件案件，总共救起来119人。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启动落任进前的朝野对话，昨是甲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伫总统府会谈。蔡总统也希望讲未来会当持续建立政党之间的沟通平台，互一寡较重大的国政议题会当有一个讨论共识的空间。郭文哲是认为讲，只要是对国家甲人民有利益的代志，伊拢会支持。蔡总统与赖副总统也经过讨论，两人也都认为台湾人民期望看到朝野能够良性的对话，而非对抗，那一起推动有利人民的政策，让国家持续进步。蔡总统甲郭文哲讨论了本年金、国防预算、甲社会安全，甚至是政党的沟通平台等等的议题。双方是讲要2点钟。蔡总统也望讲未来会当甲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来找一个适合的时间进行会面交流。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忠文，互人指控去接受业者的招待，利用接顺的机会，伫警察咧用的监视系统预算案顶头，帮助这个厂商来摕到标案。检方即马是发动调查，约谈陈忠文甲厂商，连证书是总共带转去9个被告甲10个证人，而且经过讯问，即马上新的消息是陈忠文已经互检方声押。自连证书被送到台北地检署复审，大家对着镜头拢无讲话，因拢是因为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陈忠文被控涉嫌收钱，替监视器业者台湾智慧公办护航被约谈。14早起，几多位廉政官伫台北市议会议员研究室大动作搜查，调查对象是国民党3连败议员陈忠文。监督检察局太认真，被报复，司法迫害。政治追杀。陈忠文把几多遍伫咧议会关心监视器传输的问题，廉政署接到检举，讲陈忠文涉嫌接受监视器业者招待，用质询加行文的方式，要求提悬警用监视器的预算，并且使用特定规格、各项成标的厂商。这是发动搜查，到会陈忠文，也约谈厂商等几多个人。
这件案件敢若是甲准你所编的警用监视系统有算有关系。迄当阵的台北市长郭文铁就真不满。从2 mega 升到3 mega， 多8600万。这个摄影机在连续用10年的，8600万10年是8.6亿。柯文哲还没下台，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污钱了。这边搜查行动原来议会早就知影。却引起台北市会国民党团的批评，讲检方无具体事证，质疑是政治操作。那如果并没有这样具体的市政状况之下，就这样大动作的来进行搜索的话，不但会让人家觉得有这个司法迫害、政治操作之嫌，另外呢，对议员的这个质询的权益也是一种强害，也会形成这种寒蝉效应的不良影响。面代敢若是甲厂商交结，专案调向贪污等罪嫌侦办，是毋是会过向上追查？敢也有其他的公职人员涉案，大家拢真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这2天这气温有豆豆啊回升，各地早暗天气也是偏凉。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到礼拜这日时的气温会豆豆啊回升，伫温度方面，中部以北甲东部上悬有22到25度，南部地区是有机会来到27度以上。也若中南部地区这早暗温差有加较大。这落雨方面，今仔日到明仔透早，全台湾各地甲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数拢是乌阴天，会落寡雨。也若伫空气品质方面，今仔日是透东风，西部空气污染物无通扩散，所以云林以南的地区是红色警示，北部、中部甲金门是柑仔色的提醒，所以民众若要出门，都要注意安全。再来关心的是，台中有民众走入去自助洗衫店的烘衫机内底佚佗，这朋友佫替伊关门，甚至拍开机器，互烘衫机开始放。而且一寡人佫翕影片抛去伫网络顶头，洗衫店的业者就讲，安尼时做这机器可能就会歹去，人也有可能会一氧化碳中毒。医师也出面来讲，这内面可能会烧烫伤，千万唔通模仿。自助洗衫店内，一个查甫人软伫洗衫槽内，扫落伊的朋友关上门，也试开关，人倒伫内底缀袂转，喜喜哗哗吵闹的过程，全拢放伫网络。代志发生伫七十地点伫台中，引起网友批评声音，民众看到也感觉真对。太危险了，对，太危险了，因为这样。人应该不舒服吧？如果机器故障什么的，因为这是大家烘衣服的地方，进去有一点不太卫生吧。自助洗衫店一般都是无人管理，洗脱烘拢靠家己投钱，定看会创治，包括调工刷动别人的衫仔，开门互衫仔落落来，将饮料等液体倒伫洗洗槽顶行为。即摆竟然有人直接软伫洗衫槽，其他业者会都讲，一台机器大约爱20万，这款的行为可能会造成洗衫槽害气、甲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一转它一定会烧那个瓦斯出来嘛，尤其他把自己关在里面，他那个瓦斯就闷在里面，一氧化碳就刚好吸进去啊。他如果运作1分钟，他马上就昏倒了除了肢体的一些烧烫伤之外，甚至有可能时间待久的话，会有一些热衰竭，甚至中暑脱水的风险。专家提醒民众秘入洗衫槽内时间久，也有可能会有烧烫伤、裂衰竭。有密闭空间、惊吓症的人，也会引起心脏、皮肤菜、喘气困难等症头。错误习惯千万唔通学，那造成机器故障，那有公安记录，恐惊都爱面对业者的讨赔。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还佫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联合报2013年，布农族的王公禄为着要完成妈妈的心愿，也拍拉穿去掠保育类的动物，结果互人判3冬半。2021年，蔡英文总统甲特赦，刑期唔免，也毋过这罪也是伫的。透过非常上诉，昨最高法院是改判王公禄无罪，这官司拍11冬，总算结束。中国时报：台北市一个24岁生了的查甫学生，去年帮同学投保4000多万，佮骗伊烫车卡浸伫干冰内底10点钟，双卡拢互人扶起来。2个人事后是要请保险，也毋过保险公司所发觉到唔对，所以随去报案。落尾的这地检署是照诈欺甲帮助别人抵挡伤等罪起诉2个人。自由时报。
美国跨党派的国会议员3月13提案，被打破一中政策的限制，要求在民用太空领域甲台湾来合作，也要支援台湾的太空计划，向中国来展示美台合作的实力。有外国媒体报道，这个美国特种部队已经伫台湾来教咱的国军使用无人机来作战。另外，咱立委嘛正关心这个美国总统拜登2025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案有编1亿美金来协助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是强调讲，美国这条钱是无条件提供的，详细内容要搁来讨论。中国铁拳对台湾军事恐吓，外媒报道，美国启动重大台美军事合作。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历兵部已经上驻台湾，负责协训金门甲澎湖两栖指挥中心。其中，美军协训台湾陆军使用乌式大黄蜂微型无人机，传出陆军特项部提议采买。国防部长邱国正13表示，国军建军备战有缺点、盲点，透过交流改进问题。看我们有哪些问题，我们怎么改进，看他们有什么长处，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学习。这一个叫固定的，没有假装说特别要买这个买那个，因此而要买什么，不见得。这交流的范畴。美国去年提供8000万无偿军援台湾，传出包含气舰飞弹、战斗各种太阳机枪、牵涉配料补给、渡船、后勤维保。邱国正表示，是库存装备，不过会应用。另外，美国总统拜登2015年财政年度预算案编列1亿美金协助台湾强化协作力。立委关心是不是有偿也是无偿军援？那这1亿元是有偿还是无偿？也一样是无偿。他这个有关这个法案呢，对我们最大的利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标准可以讨论，他不会照单，我们不会照单全收。由国防部统筹强军5大扰台样态，包含常态性活动、中间地带清剿、联合战备警巡、计划性联训、针对性军演。国军强化战备反制强军，中国各大班刷反抗，邱国正依步无度，强军也是要淡化海峡中线。邱国正并不表示有危害，不过会转化加做助力。要把这些敌我的界限划分很清楚，平常在这个界限以内、范围以内，一有状况来，把它当做一个演练、一个范本。针对花莲基地 F-16V 伫大修出场了后进行全效能测试，13试飞了发生空中故障，惊动空军司令校长关心。邱国正表示，不是发动机熄火，试飞时阵发现有紧固电壳倒起来，肯定飞行员依照正常程序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的是联合国伫加沙南部去互以色列的军方甲空袭，上无有5个人死亡。加沙的卫生部表示，目前伫加沙这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1000个人。也那这以色列的国防军发言人是对外讲，即马因当咧计划要甲拉法140多万的居民刷去到中部的人道主义岛。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关掉位伫加沙南部拉法的纽斯分发中心，因为遮拄啊，互以色列的军方空袭。加沙地区拢总有230万的人口，目前有一半拢伫拉法避难。联合国指出，这场攻击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22人受伤，死者包括至少1名联合国难民救济处的工作人员。以军表示，空袭是因为有哈马斯武装分子藏伫纽斯中心，负责向哈马斯提供以军为例的情报。不过，哈马斯否认佮谴责以军扰乱救援物资的分发。حرام احنا مؤسسة دولية يعني احنا على كل هذا عشان الناس لو بطلنا نروح ننام في دورنا ليل نهار في الشغل ليل نهار في الشغل عشان خدمة اللاجئين حرام 美国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3指出，美国还未收到有关这个事件的细节，也佮强调以色列有权爱保护人道援助工作者的安全。The Israeli military, the Israeli government have a responsibility and an obligation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ensure that the humanitarians can do their job. And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means making sure that if there's a humanitarian facility that's clearly identified, it's not struck.
根据哈马斯卫生部的数据，去年10月初起，以哈冲突到达，以军向加沙的攻击已经造成至少31272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甲囡仔。伊斯兰在解会已经开始，原本美国、卡达甲埃及集中协调，希望以哈伫在解会进程达成停火协议，显然无共识。联合国指出，加沙地区的粮食供应特别无啊。英国外交部13表示，有150吨的物资已经进入加沙，也有大约6个阿拉伯甲西方国家透过降落伞向加沙空投物资。当地时间13暗，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声明，以军当计划将拉法地区的140多万民众，大部分转移到加沙中部的人道主义岛，佮提供临时住宿、食物、水甲其他必需品，也代表以色列会对拉法进行清场行动。不过哈加里无讲确实发动攻击甲转移居民的时间，只强调以色列会伫适当的时机行动，佮需要先甲埃及达成协议。公司新闻新闻。美国今年11月份要来举办总统大选，拜登甲 Trump 各再来对决。即马两大党是发现讲亚洲的选举人数，这4年来增加200万人，所以真有可能就是输赢的关键。今年距离今年纽约街路人零人塞真热烈，真侪民众规家啊带落来庆祝新年。根据统计，美国的亚裔选民过去4年加15%，大概是200万人，是成长上最的族群。虽然过去这阵人伫大选时投票无踊跃，不过2020年亚裔首投族突破2成，伫佐治亚甲内华达阁是25%甲26%，显示伫个选情当紧张的时阵，亚裔嘛会当发挥关键的力量，尤其是伫摇摆州。2016, when Democrats los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 saw that in most of the battleground states, eligible Asian voters outnumbered the number of votes that Hillary Clinton lost by. So for the 2020 election, we knew that in many of those battleground states, we needed to make sure they turned out. And in states like Georgia, we saw that investment to be effective. 拜登2020年摕到72%亚裔选票的支持，是会当调摇摆州制胜的重要因素。即马若民主党票过调调，共和党嘛要过来闯。加州县的女众议员柏林主的团队用7种语言和亚裔选民沟通。You know what? 2022, me and my volunteers, we knock on the doors more than 193,000 houses. They're all same, especially California. How are we gonna stop inflation? How are we gonna, not too much increase of gas prices? We can control that. And then crime, that, we really have to stop it. 若伫美国出世、接受高等教育的第2代亚裔选民，即马佫意识到因爱用选票来表达意见。这当替因的囡仔打造更加好的社会环境。And we're much more well educated than maybe our parents were, right? So we can make educated decisions in the voting, and we need people who are well educated to be not, passive about the election. We need to have our voice heard and said, and we need to contribute, because that's eventually going to form the society that our children grow up in. 안녕하세요. 저희 여기 민권센터. 目前伫华府甲纽约等地，拢有亚裔民众成立的民间组织，呼吁亚裔选民伫11月大选踊跃来投票。除了关心民生问题，移民政策对亚裔国家优先，嘛是因关心的重点。Typically, Indians and Japanese Americans are biggest supporters of Democrats, and Vietnamese Americans are actually large supporters of Republicans. Now, Chinese Americans, they have shifted from being Democrat to now their largest identification is independent. 亚裔选民人口结构复杂多元，有观察指出讲，和顶一届大选比起来，亚裔对民主党的支持当咧退烧。共和党是咧边仔举刀仔咧等，但要过民主党的条仔骹。亚裔选票是即届选战双方必争之地。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
日本人争取婚姻的平权，昨伫北海道札幌高等法院认定禁止同婚是违反宪法，应该就要保障婚姻的自由，甲人人平等，所以判决违宪。这是日本第一例。另外，伫东京的法院也判决这民法甲户籍法无认同同性婚姻是属于违宪的。落尾两个判决是拢驳回原告要讨赔偿要求。由报条，经济法院判决违宪。日本北海道3对同性伴侣主张民法甲户籍法无承认同婚等规定，违反宪法第14条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甲宪法第24条保障婚姻自由，向国家提出一个人100万的损害赔偿诉讼。札幌高等法院第12审判決，認定憲法保障同性婚姻現行的制度違憲。本当に望んでた待ちに待った違憲判決が出て、今すっごく嬉しい気持ちです。これまで多くの方がこの訴訟に協力してくださったおかげで出た判決だとも思っております。这是第一例高院违宪的判决，不过高院也认为，并未当讲国会无修法是违宪，所以驳回损害赔偿的请求。同一天，东京地院也判决，无承认同性婚姻的现行法律规定，算是违宪状态，甲违宪无同。违宪状态定义是指现存的法律甲制度属于违背宪法主旨的状態。法官也駁回被人的賠償要求。風向きは変わっていますので、この節目がまた一つの法制化の足がかりになるような判決であることを願っています。目前，日本的地方法院对同性婚姻，只有台北的地方法院认为是合宪。其他包括东京、福岡嘅法院，拢判算違憲狀態，因為札幌加名古屋是認定違憲。公司新聞張偉林、張建光編譯。今仔日國際上還有啥物款的大代誌？咱做回來看世界。為了幫助烏克蘭抵抗羅西亞，歐盟即馬有共識，要向歐洲和平基金來追加1700多億的代票，用來付一寡要送予烏克蘭的武器的費用，來降低美國軍員因為國會的主動延前所造成的影響。海地總理表示，要甲權力交予一個新的過渡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若准成立，伊就會落台。雖然首都太子港有先掂落來，也毋過這暴力的局勢，昨擱再變嚴重。加拿大即馬是做出因應，宣布要汰大使館的人數，留幾個較必要的員工爾。但北政府宣布，未來無論是查甫查某，攏總愛做兵，也閣計劃要甲做兵的時間由4個月延到11個月。新的制度2006年就會開始來實施。總理強調講，這是為着要避免戰爭，也希望兩性之間會當完全平等。另外，咱來關心國內這幾天大家真關注的年末虐待囡仔的案件，外界攏咧質疑這件案件攏無照重大兒童虐待事件的處理程序去調查。衛福部是表示講，已經修訂計劃，所有虐待事件攏會開會來檢討。行政院長陳建仁嘛指示這地方甲相關部會1個月內愛提出修法甲改革方案。一個查甫囡仔佇咧做收養的過渡期間，和年母虐待到死，引起社會注意。但是代志發生3個月了才爆出來，到即馬家屬也無對外發表任何的看法，引起外界真濟猜測。查甫囡仔阿姨即馬透過錄音帶聲明來做回應。案件發生至今，家屬都在悲傷當中，也都在處理凱凱的後事。但我們希望整版的內容可以完整的拼湊，希望還原案發事實。因為虐待兒童的案件，這個個案是新北市的個案，做收養了交予立法聯名轉介，同時請台北市的年母照顧，三方面攏欠缺溝通聯絡，才會造成這邊的悲劇。立白黨團攏開記者會，批評中央甲地方互相佇咧殺責任，也質疑社家屬到即馬攏無回函予台北市政府。我是沒有看到這樣的公文，也許是透過電話聯繫。我們有定一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果居托人員發生疑似兒虐或不當對待案件的處理原則跟流程，那我們同仁可能就是請台北市政府要依照這個處理流程跟原則來處理。衛福部保護司表示，已經修訂重大兒童虐待事件處理計劃，
以后无论是伫咧家庭内，也是家庭外的重大儿童虐待案件，拢会规划讨论。李伟讲，一直到即马，3岁以下的出养儿童有177位。卫生部应该积极甲各县市的社福单位确认甲掌握案例照顾的情形，同时增加访视的频率。记者综合报道。好，这个囡仔互人虐待死亡的案件，上北市的卫生局拢讲无接到社会局的通知，毋则会无派囡仔的专职医生。即卖真侪人是拢真受气，有医生建议讲，这针对高风险个案，应该要有强制力，配合单位也要不时去甲访视。民团也呼吁政府爱随解决，头前的人毋则会当做代志。一回查甫囡仔互儿母虐待死亡的事件，互社会惊吓。外界除了批评是好天平转介问题，对于上北卫生局拢无接到社会局通知，煞毋知影指派幼儿专职医师也引起计划闹高级级的声音，社情卫生敢是冷气。它的出发点是以健康和医疗为主啦。当时其实中央在这一部分还没有特别明确的界定完整的流程是什么，或者是说收案的对象是什么啦。幼儿专职医师制度为民国109年部分县市推动试办，132年11月起全台踏入适用3岁以下幼儿。收案方式有2种，包括医师自行收案、甲指定收案，对象包括脆弱家庭、发展支援、未成年孕产妇等，由地方社会局提供名单予卫生局佮媒合幼儿专职医师来收案照顾，不过计划并无有法律的强制性。儿虐家暴那个需要强制性，没去打预防注射，大概也很难去罚什么，所以这个需要透过通报系统，透过更绵密的转介系统来完成这件事。高风险的案件或者重大伤病的案件，1年都要1次，顶多2次的访视，应该要会同各方面，比如说会同社会局、卫生局、警察局跟医疗人员一起去访视。医师也建议，针对高风险个案，应该有强制力，配合各单位无定期访视。李冠明点出第一线人员的困境，即马针对儿童出养进程案例的法官约佮分散，无规范政府主管机关甲民间团体的权责划分，针对居家托育人员的访视机制，爱采取无有各访视各体权访视频率。记者综合报道。民间团体希望育婴假是开放以几工也是几点钟来做单位，而且希望讲这款假期会当延长到囡仔8岁进前，拢会当来申请。劳动部表示，目前是当咧研究，互一寡有意愿的公司部门，会当互因的劳工以5工也是7工的方式来请育婴假，按算伫年底进前，就会开始来试办。囡仔摕彩球，配着音乐跳舞，头城镇公所宣布，后学期立刻头城订立幼稚园，只要幼儿甲监护人其中一个人逝职，申请完成，法定检核定数，公所就发1万奖学金。大中小班第2月通过学期评量，是发学习进步奖学金3000块。那小班的6人呢？他只要通过我们的那个发展检核的一个部分，好就达到这个发放奖学金的一个基本的条件。除了透过发奖学金友善高保环境之外，台湾也因为政治少子化社会，这张甲是友善也影响民众生养囝儿意愿，过来目前有育婴停留的规定，每一个囝儿满3岁进前，会当申请育婴留职停薪，上长会当请2年，不过每一摆袂当超过6个月，若超过6个月需求，上底也只会当申请1个月。以2摆为限，电贴也只发6个月。有民间团体倡议推动育婴假单向化，开放以2点钟为单位请领，佮延长至少囡仔8岁进前拢会当请。即马劳动部规划执行小规模试办计划，互劳工以5日是7日请育婴停留，有计年底进前试办。那能够分期去安排的话，我倒觉得说对雇主也好，对员工也好，应该可以任他们选择吧，这样我是蛮赞成的啦。觉得这个示范计划还是太保守了一些，它并没有就是说非常积极的一些诱因让雇主来参加。劳动部这边应该要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那就是说能不能更积极的跟企业沟通，那收集更多的国内外的案例，他们在例如说人资上怎么样处理，劳动部这边其实可以做得更多。妇女团体认为，政府需要搭配修法配套资源，减轻头家的行政工作，才会当互试办计划带来正面的成效。请头家有意愿参与。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北捷运永宁站的出口有通光的玻璃，因为小可粗粗，所以有民众就走去遐耍厨房，煞害这个玻璃砖安尼裂开。站长出面，这寡人阁无要配合，甚至阁爬过闸门走出去。台北捷运是调监视器找到这8个人，目前已经报案，也强调一定会讨赔偿。登去台北捷运永宁站2号出口，采光玻璃下骹红门头的基座，真明显有人烤过的痕，防破坏的玻璃是风打起来风雨。看到民众讲，最近有看到一群人来遮耍厨房，本地敢若伫基座遐耍，后壁煞跳起玻璃顶悬。就是从斜坡这里冲上去，然后跳到玻璃上面，然后再跳下来，就会蹦蹦蹦这样子啊。一个路过的阿姨就跟他说：“你这样是破坏公物哦。”造成大家的不便啦，对，蛮危险的啊，这又不是游乐设施。台北捷运公司讲，12中昼有民众去通知永宁站，讲采光玻璃有一群人伫遐耍厨房。不过站长到现场的时阵，因已经离开啊。调监视器的画面发现讲，迄当中有8个查甫民众，已经造成玻璃出现10公分的裂损，佮有2条扣甲一只差不多20公分。迄个暗时，永宁站的站长佮发现这8个民众路卡入站，虽过去要求配合说明，无想到互拒绝，4个人路卡离开，另外4个人佮用扁的出站。严厉谴责违法行为，已经立刻报警追查，将依照这些违法行为涉及大众捷运法的各项规定来分别裁罚，绝不宽待。捷运公司随通报捷运警察和管区的派出所，会顺线来找人，对因的行为违反大众捷运法各项规定的，会分别来裁罚。耍厨房造成玻璃毁损上悬会当罚7500。无经过验票违规出入车站，大个人上悬嘛会当罚7500。另外拒绝配合列车长说明，就妨碍捷运系统人员执行职务嘛会罚。另外针对采光玻璃防毁损的部分，会另外各求偿。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月，有未成年的查某选手去新北市新庄的运动中心参加游水比赛。入去查某这边了后，这选手就开始来换衫，一直到教练甲提醒，才知影讲原来有监视器，发现换衫的过程全部拢互人翕落来。这家长是真不满，这现场无标示，要求运动中心台画面，也互人拒绝。即马运动中心已经出面解说。来到新北新庄国民运动中心，伫查甫比赛入去，查甫换衫间放物件的图画区域真大，也无敢有注意天棚的顶面，煞有装监视器。有未成年女选手今年1月到这参加全国游泳锦标赛，都伫这个区域换衫，一直到有人提醒，才发现这个区域有装监视器，规个换衫的过程拢放收落来，互女选手的家属去甲要提告。这位妈妈非常的担心，她立刻去报案。也调阅了监视器画面，发现不止他的女儿，当下参与比赛许多的选手都被拍下了影像，但是当下呢，他反映要删除画面，遭到拒绝。加上透过议员陈情指出，迄天因为赛程安排，加上独立换衫空间不足，比赛选手多数拢伫查某换衫间内的放物件区换衫，也搁加上指控现场无看到监视器警语，就连监视器的监看画面，技术拢放伫柜台的管理人员会当看到。加上认为管理单位负责人涉犯刑法的妨碍秘密罪，等到事发地点，有部分民众表示，唔知影游泳区域的男女放物件区有装监视器。会觉得很奇怪吧？为什么那边会有那个监视器？感觉很不好啊，对不对？对小孩子是一种受伤啊，他会觉得说好像都什么都被人家看光光的感觉。我们其实在装监视器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有放。一开始的话可能是用 A4 纸啦，所以可能是真的比较不明显。但现在我们基本上把这纸张整个放大，然后字体也放大，然后一再走进去的时候，基本上你的视线就一定能看到警语。运动中心业者回应，因为店发生放物件图画偷摕事件，加装监视器，目前已经放大公告，有监视器警语，避免有民众无看到。有关未成年女选手换衫画面已经删除，确保袂外流。新北市体育局要求运动中心全面检视换衫间的放物件区域，若有装监视器，要清楚告示。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月，屏东的明阳大火造成上百个人伤亡，业者嘛标出无老实申报危险物品的问题。行政院昨通过修正草案，针对无申报也是无老实申报的业者，上当会罚到500万。工作人员塞车出入厂区，迄小已经5个月，屏东明阳国际工厂依然是破车者。
即个都会查到部分的业者无照实申报危险物品的空客。行政在是通过经济部的工厂管理辅导法修正草案，针对无申报还申报不实的业者，交通处罚上悬到500万，也都是提高100倍。裁罚的顺序的部分，那裁罚未来再有类似案件业者的违规的时候，地方政府及主管机关就会针对类似的案件直接给予处罚。除了无法处罚的工厂危险物品申报办法，新增加主动申报标准，工厂危险物品投保办法嘛提悬上架保险金额，总保险金额提悬到7200万。不过进前桃园市美福仓土大火，市府北建议港府外应该把仓土业列入申报对象，这个无纳入去。经济部处长讲，已经有其他法规做规范。包括我们的一个建筑法，这个部分会针对这个针对的危险物品的一个储存的建筑物的结构，或者是相关的一个位置，会有更明确的一个处理。民雄大火致死几百人伤亡，包括4个消防员。消解团体认为，修法的罚金对类似民雄这种大企业来讲，并无影响，建议照营收来提高比例，各个加入刑事责任。地方政府是肯定修法，会当有约束力，嘛甲中央联手。从环境部的化学域开始去勾稽危险的化学物质到哪些工厂去勾稽以后，它会产出一个疑似的危险的名单，通报给各主管机关。民雄的相关责任检讨搁在进行，不过毛立委发现，民雄到今也未列入治安署重大职灾地图内底。对此，治安署表示讲，会要求要赶紧来做相关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改善过路人地角的摆名，去年6月30开始，赛车无让过路人上当是罚6000块。台北市嘛有伫真侪重要的路口来增加过路人提早青灯的设计，或者赛车的人会当较早发现到当咧过车路的民众，未来嘛会扩大实施。那这个时候的行人其实已经走在行穿线上，可以增加行人的一个可见度。行人过斑马线发生事故的案例是直直发生，为着卖个互人讲台湾的交通是行人的地角，对去年6月底开始，台北市大大增加路口行人青灯提早开的设计，按照路口的设计，互行人先行3秒、40秒。行人青灯提早开的设计，本地多数规划伫咧学校四边的区域，也阁有主要的车路。不过，一半冬以来有大大设置。到今年2月底，台北市已经有970台行人青灯提早开，比例是全国排第1。那这个实施的那个数量呢，其实在以台北市来讲，就是整个号志化路口的一个实施比例呢，是高达了35%。那明年的话是会先针对就是主次要干道的检讨，那115年会针对全台北市4车道以上的路口去检讨设置行人绿灯照看。针对这项设计，交通局表示，根据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有8%的民众表示支持。行动不方便的人，对他来讲，他可以增加这个穿过马路的这个速度来讲，比一般年轻人来讲的话，应该会比较好一点。有一点 buffer 的时间给你，你最后还可以有一点赶快推过去，那但车子也不会那么早，就是直接要冲过来这样子，会有一点缓冲的时间。行人先行相对的汽机车的驾驶人，因青灯通行的秒数嘛得咧缩减，所以嘛有驾驶人有无同款的看法。不能让行人先走，然后那等于是间接的把汽机车的秒数给缩短了，那赶时间的人就有觉得有差了。针对汽机车通行的秒数相对缩减，交通局表示讲，根据研究显示，行人青灯提早开的设置比较过去传统的行人专用号志，对交通流量影响上轻。嘛强调驾驶人爱加挂耐心，才会当确保意外袂搁再发生。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台南市警察局拍算伫交通大队西边的空地啊，来起一栋室内的体能馆。这消息一日出来是引起当地人正大的讨论，有人惊这个安全记录甲噪音的问题。原来警察局是讲，因会照规定来起，安全方面也会有配套。
歹人拿手提武器要攻击，警察随提枪起来防备，这是平常时警察咧模拟弹情的情景。每一个员警逐个月就要有8点钟的特殊训练来维持因的机能。这阵南市警察局按算伫咧交通大队西边广场，要起一栋室内多功能靶场甲综合体机关，也毋过煞引起地方民众无共看法。有人烦恼敢有危险性，嘛有人惊到是有噪音。若无影响到阮是无差啦，莫有迄个噪音的问题啦。因为阮遮是迄个拢主体区，但是做的人较少，拢全反对。所有一寡迄个拢移过来伫南区啊。你讲火葬场要用也无法度，伊都无法度做啊！伊即摆规个一寡迄个南区拢无发展着，伊怎就拢要发展对靶场。训练的同时，就是要甲咱同事伫外口可能发生的状况来做一个结合。好了，我们现在就是训练要跟实务上来做结合。因为警察因当前训练，爱克服天气甲场地等问题。警察局102年向警政署提案兴建计划，高达总算争取的经费5亿6900多万。针对里面烦恼的噪音问题，警察局回应，训练中心这块地是机关用地，是第3类噪音的管制区，建地规划是55分贝以下。那安全方面，因公路完善的配套措施。建制方式是四面都是墙壁，除了出入口的地方有防爆门，有一个防弹玻璃的建制外，还会设置钢板、设置胶帘、设置胶砖，没有跑出室外的风险了。新的这栋多功能训练中心，按算要116年才通完工。警察局表示，应完全符合相关法令的规定来建设，卖办公听会，要参地方居民持续沟通。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云林有生技公司透过农业部的辅导来引入冷链的技术，原本敢若会当放15天的토마토，即马就会当放甲1冬，毋但会当互产销甲计销较稳定，嘛会当变出真侪加工品来拼外销。对温室板落来了后，经过筛选清洗、包装了后，准备要送到市面上。本地这款大粒卡马豆，敢若会当保存15天，为着要延长保存，云林有农产生技公司经过农业部辅导，引进冷链技术，处理过了后，随快速冷冻，保存时间会延长到1年。寒天的时阵吼，咱透过冷链这个技术吼，来甲保存吼，卡马豆会当延长到1年以上，甚至会当来出口去世界各国。农产公司表示，卡马豆大出的时间是11月到过当年4月，那透过延长保存，就会当做到稳定市场计销。目前含农民客户种植面积大概60公顷，产地以云林为主。所种植的这些番茄了哈，那不只是透过这个季节的变化哈，从平原到高山哈，整个做一个调节，供应我们全国各地所有这些食用番茄。做这个调节整个番茄的供应的这个系统。那供应呢量多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做一些处理。处理之后，这是强调只要有个冷链的设备。农粮署表示，目前这间农产生技公司卡马豆年产量有到8,000吨，除了1年四季会当稳定提供国内市场需求，也透过加工做多样化产品。按算4月中过后会举办采购日，来推广卡马豆的客户种植。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老大人伫退休了后会当继续有发挥的舞台，民间协会是邀请老大人来学习台语的倒啊伊，希望讲让老大人学会晓这项趣味的课程，才可去学校教遐囡仔。第三，青尾鸟教着死鸟厝。30外句言语，正做倒啊伊的题目，会当演，会当讲，实大学会晓了后，准备要去学校教囡仔。互因哪算哪学台语，因为咱的囡仔吼，即马台语拢袂晓讲，老岁仔吼有怀旧，老岁仔较早就跳的拢做好，拢会晓。即马吼老师设计这个，我觉得说吼，你用也有用演的，佫有用讲的，佫有用画图的出来，佫互你去摇迄个图。它这个活动的设计可以让小朋友学习成语，然后长辈呢也可以灵活头脑，然后玩游戏。全林桃园落校发展协会举办本土语言老师的培训工作坊。互老大人会当来发挥本土语言的专长，学习台语倒啊伊来当做教材。这个牌卡内底大家看，面顶呢有迄个咱的成语，了有咱的图，咱的迄个客俗语的图，下口有咱的客俗语。咱希望透过这个教材，会当互长辈甲学生来熟悉我们台湾谚语的美好。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过日子。来，你讲好话，结好缘。念家己写的物件，老大人透过工作坊培养教囡仔的自信，
家己算倒伊阁会当激头脑。协会表示，续来就会甲各校来合作，或是多用因的方式传承台语。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年的台湾戏曲艺术节主题是非常爱，邀请到11个剧团，有的是讲下时代的爱，阴阳之间的爱，也有人甲物品的爱，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希望讲会当让少年观众做回来看戏。只要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布袋戏演出一个人恋爱的对象是一口剑，爱毋那可能伫男女之间，也是同性之间。爱上物品的恋物，嘛是一款爱。剧团用布袋戏来呈现。这些东西，就是这些物品，它其实是会有人的一个人会附加他的情感在上面。对，因为恋物这个主题，其实在无论是在现代剧场也好，或者在戏曲也好，其实都是比较少谈到的一个情欲面向。今年台湾戏剧艺术节的主题非常爱，拢总有11出戏，唔是讲一寡古板单情细爱的爱情故事，是用传统戏剧来讨论现代新兴爱情议题。人与非人，阴阳两界，所以其实有足侪题材当用传统去诠释爱这件代志。团结中心表示，有真侪剧团依持传统嘛拍拼创新，望传统戏剧通以全新的模样来展现。形式的改变以外，上重要就是剧本，咱嘛一直咧探讨无共款的物件嘛。咱为什么要创新？原本的观众头无去嘛。咱即马咧讲感情，咱即马咧讲这个反战，其实呢，拢甲咱即马你即阵现在当下生活息息相关。这几年来，其实有足显著的进步，阮的观众嘛一直有咧增加。时代咧变，传统戏剧因应潮流，对咧讲现代诗，望讲用无共的爱创新丰富当代戏剧，也望声少年辈愿意加入剧场做伙来看戏。记者郭美霞、桂林台北报道。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3月14第3届来试射无人的太空飞行器，这也是世界上强的火箭。这摆飞行的距离比丁两岛还阁较远，也毋过落尾要倒来到地球的时阵，煞失去联络。SpaceX 公司的次世代氢弹火箭系统发出正大声的声音了，慢慢升起来，离开发射台了，飞向太空。这边关键的起飞，对以后的登陆月球甲太空任务正重要。At this point, we've already passed through max Q, that maximum dynamic pressure, and passing supersonic. So we're now moving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sound, getting those onboard views from the ship cameras. 过2分44秒，下半部的推进器甲顶半部的太空船准时分离，飞过大西洋甲非洲南部，对要甲200公里远的天顶传回地球的影像。这边的任务是第1级的超级大型推进器，33具免型引领全部拢启动。第2级的飞行器所会6具引领，甲太空船送入去轨道。不过飞起了1点钟了，太空船煞失去联络。The team has made the call that ship has been lost. So no splashdown today, but again, just it's incredible to see how much further we got this time around. 讲是世界上上强大火箭氢弹，伫去年的4月甲11月有执行过2遍试射，不过尾拢伫咧空中爆炸解体。SpaceX 对这2遍经验学习并且修正，伫咧第3遍的试射，又阁想要试新的目标。前2遍试射目标是计划太空船落来时阵，落伫咧夏威夷附近的太平洋。原来这边原本是按算要落伫咧印度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法国南部有一间安宁疗养机构是专门咧收重症甚至是无药医的患者，这内底有美容院、甲图书馆等等，设备是真焦层，气氛经营甲亲像伫咧厝里共款，就是希望讲会当陪伴这个患者来安心行人生最后一段路。美容师轻轻甲梳嘴皮，再搁换骹腿。Qu'est-ce que tu penses, toi, Chouchou? 另外一名无分年纪的阿叔阿姨欢喜拿画笔，用色彩表达因心内世界。Si j'avais pas eu la maison, je ne serais pas à ce moment en train de peindre et de passer un bon moment. 这间气氛轻松，看起来像一般徛家的所在，其实是一间安宁疗护机构。
伫个法国南部良河口省的加里达纳之家，设立已经30年，专门照顾癌症艾滋，也是治疗绝症袂好的患者。Il y a une métastase qui s'est logée dans le cerveau et qui m'a rendu hémiplégique gauche. 和病院内底安宁病房无共，患者来到加里达纳之家，袂看到白衫，嘛无困片床，只有钢琴、图书馆、休困房、美容室，佮提供哑铃、跳舞、艺术治疗这课程。On n'a pas de blouse, le décor, l'établissement, on essaye vraiment d'être dans quelque chose qui ne ressemble pas à l'hôpital, justement, parce que c'est ça que je pense qui est difficile pour les patients. 装潢装塔哪像徛家，就是希望无病院的压迫感。法国医界按80年代开始推动安宁疗护，希望有这寡特别面对死亡的患者，会当减轻身体病痛，提供因心理的平静，改善生活品质。Il y a des gens qui peuvent venir ici pour un temps de repos parce qu'à domicile c'est devenu compliqué, les équipes s'épuisent, les familles, l'entourage s'épuise, donc les personnes peuvent venir passer 3 semaines ici pour faire un break, on va dire, et ça permet aussi de réfléchir à l'évolution de la maladie et de préparer la suite avec eux. Après, il y a des situations qui sont tellement complexes qu'ils ne peuvent pas ressortir, mais qui vont rester ici plusieurs mois parce qu'il n'y a pas d'autre solution, et c'est notre mission de les accompagner. 加里达纳之家平均每年大约会收500人，其中大约350人会伫个照护期间过身。这个医护人员希望，伫病患来到人生的终点进程，会当伫这自在过日，接受死亡，准讲是人生最后一段路，卖当平静善终。公视新闻市婉玲编译。再来看，澳洲有一间老人中心是专工利用 AI 来陪失智症的患者，负责陪因开讲，也会当减轻照顾病人的一寡负担。到底出来这间老人机构的凯瑟琳是一个失智症的患者，伊虽然走路小可吃力，但是个性活泼，介意和人来开讲。Sometimes it's nice to be alone, but it's lovely to be in company of other people and share memories from time to time.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You're absolutely right, my dear. 在大型荧幕内面和凯瑟琳在对话的人，是一个叫做维夫的 AI 虚拟人物。为着让失智患者袂孤单，嘛解决照顾人力无够的问题，这间老人中心是引进新科技来陪伴老人。更较特别的是，维夫的创作过程中，有些有失智症的女性参与，可以对失智者更较有同理心。Living with dementia has its challenges, but I try to make the most of each day. Some days I feel a bit forgetful and get lost in my thoughts. But other times I feel a sense of clarity and connection. It's a journey, you know. 老人中心的工作人员讲 ，AI 助理有一个优点，就是会当一天24点钟拢在做工课嘛，袂忝。To have staff around a resident 24 hours a day is very difficult. So this tool would be supporting the staff in actually providing them with the resources that they need for the resident and their well-being. 不过专家嘛提醒讲 ，AI 开讲的科技嘛是有风险，而且永远无法度取代厝内人和朋友真实的陪伴。公司新闻站回斌编译。今仔日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4度到25度，中部地区16度到24度，南部地区是16度到27度，东部地区17度到24度。外岛地区是11度到22度。以上就是这个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